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7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为今仔日开始，大众交通运输，包括坐计停车，未过强制挂喙罨，敢若村病院、长照机构一寡所在爱挂。全民普发现金6000块，今仔日开始卖当去邮局的柜台领。身份证的买号卡数是拜1、拜3、拜5去领，上号是拜2、拜4、拜6。G7外长会议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伫今仔早起，法国国民议会来台天台小组嘛来台访问。新闻头起先来看，今仔日开始坐大众交通运输，包括坐计停车，未过强制挂喙罨啊，敢若村病院、长照机构一寡所在爱个挂。就医师提醒大家讲，即马防疫就要靠个人啊，若是去人客人的所在，也是建议爱挂喙罨。而且今仔日实际观察，大约有9成的民众也是继续挂喙罨。列车入站，旅客一个一个落车，大部分拢也是有自主挂喙罨。即马疫情缓和，指挥中心照原本的规划，4月17开始，坐公共运输未强制挂喙罨。有旅客认为讲，要是搁观察一阵嘛，会较放心。现在反正刚刚实施嘛，就已经戴习惯了，就慢慢在那个政府如果说全部解放的话，它才跟着解放。因为其实在国外早在去年就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台北捷运为这时开始。嘛无安排站务人员伫站门提醒民众爱挂喙罨，不过观察上班时间人较侪的时阵，旅客大部分拢有挂喙罨，公车的乘客嘛是9成以上拢有挂。根据指挥中心的规定，目前敢若剩8种场所，包括医疗、医事机构、社福、甲长照机构，还有救护车，拢爱专程挂喙罨。违者可能无效，要是会罚3000至15000块的罚款。大家要把它想成说是防疫的责任还诸于个人，所以说在捷运上非常拥挤的地方，或者说在医疗院所脆弱族群比较多的地方，那其实大家还是要相对然后要小心一点。如果我们确定说疫情并没有真的结束，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还是要把防疫的规格放高一点点。到了一个比较陌生拥挤的环境呢，或者在大众捷运系统呢，最好还是把口罩戴起来。医师表示，防疫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来爱观察的是，当前住院的人数敢有持续降低。当前若无明显降到10个以下，便有新的病毒入侵，要是会有一波流行。所以现阶段敢若是把防疫回归到个人，伫人侪密闭空间，建议民众要是爱自我防护。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新冠肺炎的疫情有咧转好，防疫渐渐咧放冷，不过咱也是爱注意有流感这寡传染病风险。来看花莲的玉里病院有逼出94个人患着流感，即马着病院的员工亚康讲，无法度开克流感的药啊，互接触者来预防，质疑讲这用药的标准上过严格。那卫生局是回应讲，这药啊是爱伫感染的48点钟来食较有效，因嘛拢有随开药啊来互患着的人食。全台湾规模上大的新生科病院花莲玉里病院万灵院区，顶礼拜有一位照护员伫院外感染 A 型流感，等到院内工作传染互病院的病人，总共有94个病人有感冒的症状。其中一位患者年纪较大，症状较严重，暂卫福部花莲病院治疗。经过插管治疗了，状况有较稳定，已经送普通病房，身体恢复的情形正好。其他93个人拢是轻症。我们的住民目前到今天早上为止，一共有94个人感染 A 型流感。这94个人只有一位就是比较重一点，然后因为年纪大，老迈。院内员工导讲，院内药师甲护理人员开使用克流感的药啊，互病人、甲照护员等接触者，佮在互药的时阵煞被刁，讲袂使用。照护员担心家己也被感染，煞袂当用药啊。认为卫生局用药的标准太过严格，标准太严格了，就是给药的规定定得太严苛了。花莲卫生局讲，克流感药物是48点钟久内预防性用药。迄当阵，院内医生判定有感染的病人，拢有随开克流感的药啊，互患者用。
由理病院社工柯也讲，目前拢已经立即合理研究，伫咧沟通上处理无好势所在会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全面普发6000块，今仔日开始卖当去邮局的柜台领现金。到今仔日早起10点为止，全台湾已经有超过13万人去领。提醒观众朋友，即马若要去邮局领现金，是有先照身份证的尾号来分流。拜一、拜三、拜五是卡数，安尼上好是拜二、拜四、拜六会当去领。大家定会记得查身份证，也有健保卡。好，谢谢。全面普发6000，邮局现领17、8月开始，民众只要摕身份证加健保卡，就能到全台湾1298间邮局现场领。不过第一礼拜是采取分流的方式，身份证或者是居留证号码上尾一个数字是13579的单号，是8月、拜三、拜五领，上号是拜二、拜四、拜六领。我不会操作那个电脑的功能，我担心啊，我担心现在都有很多诈骗，我都害怕。诈骗很多吗？我怕操作不正确的话，容易进入那个诈骗的陷阱，所以干脆来这边比较简单。财政部讲，全面普发现金6000的政策，提供民众多元的方式领。到17早起10点为止。直接入校的有要加430万笔，登记入校的超过913万笔 ，ATM 现领是339万外笔。自17开始，搁再开放邮局现领，无到2点钟就超过13万人透过邮局的柜台领。全国有超过7成的民众已经领到6000。上午8点30分开门，并没有大排长龙的情形。部分的邮局略有人潮，那都已经启动简易快速窗口，或者是专办柜台来疏解人潮。中华邮政讲，邮局现领的时间到10月30日为止，民众会当伫邮局的营业时间去领。若是拄着人侪爱排队，会当透过网络进行登记入校，或者是到搭着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的大纸 ATM 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内门火烧山经过5天，总算伫今仔日隆重拍花。不过林务局甲消防局也是有留伫咧现场，就惊又搁烧起来。但即马无水，还搁爱拍火，就是水公司掠超过5成用水大户，拢无继续照规定咧减用水，所以要强制甲因的水表缩起来。消防局用空气机观察，连续5天的高雄内门山区大火。17号下早啊处理了后，状况解除，南部真久无落雨，山头看起来大黄一大片。经过大火烧过林地，变乌几落位，都惊风势过来，搁烧起来。消防局和林务局嘛继续戒备。是昨天打熄了，但是今天早上如果温度再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复燃的可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局里面还是相关的人还是不敢松懈，我们调派了非常多的同仁在火场的不同的地点去做一个监控。紧急撤离的3号6个人，里长一早起就赶去了解状况，因为其中一户有饲鸡，烦恼鸡料受影响，提早赶倒来关心。我有走啊，而且佫有啊，知影等下看啊，系啊，啊鸡爱顾的啊，鸡爱顾啦吼，所以伊的伙话嘛是拢来较要鸡条边啊。南部真久无落雨，嘛互高雄有名的爬山景点半屏山，本来绿色的山头变色。花草树啊打起，半边湖拢无半滴水，闭起看袂到美景。翠绿的地方就是比较少一点，都是好像像周边看到这样子啊，都有枯叶这样子。高雄水情灯号即嘛是柑仔色，减量供水，用水大户无生水。水公司复查了后，发现460户无合格有5成，以非工业用户上济，包括百货、商场和洗车业者。水公司已经陆续开始执行强制延长水表。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来看大家妈祖绕境进香，要伫咧这个拜五起驾，按算计讲拜六就行到彰化。拜六暗时会经过进前定定咧发生抢桥去冲突的民生地下道。彰化警方今仔日就演练阻挡抢桥，佮甲因的柔道甲跆拳道的高人组成应变队，就是要来防止暴力事件佮再发生。
乱叫一到位，双方的人落水，一起要抢救，冲突随发生，警方也马上介入。在过程当中，双方的人互相杀来杀去，搁伫遐呛声。这个时阵，教官要求改变战略，避免冲突有升级的机会。逮捕组逮捕在这边，群众在这边，就这边的警力要把群众往外排除出去。警方随中心部署，看到双方大队人马准备要个一挖来，使用优势警力造成人墙甲因隔开。想未到这个时阵，又个佩塔拉摕到危险的物件要来攻击警察，警员随出手甲压制。中华警方17早起这场的演练，就是为着特别开始的大甲妈祖绕境做准备。这个月之一，大甲妈特别起驾，按算日期会到彰化市区，暗时会经过民生地下道。就去年伫这所在，各大队人马伫这抢救发生冲突，通缉当中财长安乐等人也和警方发生严重下体。中华警方今年是严加防范，佮成立机动应变队。成员里面有霹雳小组，还有我们整个警察局的教官成员大概是4名。那我们就是会模拟这些状况。那甚至有的民众会他自己的阵头里面自己就打起来了，那我们会介入。中华警方组成的队伍内面有各分局、柔道加台军队高手。针对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加强部署以外，那当着佩塔拉故意要惹代志，会结合其他警力，用上紧的速度将因压制落来，防止暴力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加拿大投资促进和保障协议，按算伫最近伫召开头一摆的谈判会议。学者表示，台湾和加拿大产业会当互补，这回谈判对两边的经贸拢真有帮助，嘛对投资方较有保障。今年2月，台湾甲加拿大正式启动投资促进甲保障协议的谈判，即马两国的关系有较好，而且双方沟通进度真好。即马传出头一届谈判的会议会伫最近召开。投资协定它是有包含投资跟服务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所以呢，在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投资、服务业的产值，应该都是会有进一步的帮助的。在两边的境内的这个企业或投资人，可以提升他们经商的变异度、灵活的这些弹性跟条件。这个台湾加拿大投保协议主要甲重点放伫两国双边贸易关系、多边甲区域贸易等等的议题，其中有机会受惠的产业，包括电子、电动车甲资讯产业，嘛会讨论投资促进、保障甲自由化等等的议题，注重协助中小企业、关注民族甲妇女等等团体包容性甲企业社会责任等等的议题。为较早评估嘛观察到，较好处理的项目，可能是加拿大希望台湾会当比较美国牛肉。开放进口30个月以上的加拿大牛肉。以公平为原则啦，譬如说，如果说同样的我们对特定的国家开放的话，那对加拿大当然也是会比照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台加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2021年有相当大幅度的一个成长那不仅仅是因为2020年疫情基期比较低，甚至相较于疫情之前的一些数据，其实都增幅很大。根据统计，2022年台湾加拿大双边贸易总额差不多是58亿的美金。根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去年8月7日公布的资料，咱国是加拿大2021年出口成长上紧的6个市场之一。学者认为讲，台湾甲加拿大之间的产业结构是真无相像，等于是会当互相补助。这个谈判对带动经济贸易会有帮助，嘛是对双边贸易方一个较有保障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昨着来自中国的旅客要为咱的松山机场入境，是经免申报的通关柜台，所获海关查到由头早鸭肉做的产品，该罚3万块。海关就强调，旅客若是有早着检疫项目要入境，应该爱行红线的柜台，主动来申报，这要互人查到，就爱食罚单。我不用钱。这样子就抢我们3万。电光机发现翕到的影像有过样，早了暗时6点50分，海关伫松山机场查到为厦门入境台湾的中国籍姓杨的旅客，伊的行李内底有无申报的鸭肉制品2.51公斤，罚款3万块。去用发的旅客是真生气。
当事人是带了3个鸭脖子被罚3万，你觉得会不会太重？有一点重，有点重。那你觉得？但是规定上你知道带的话，那就没话说。会觉得太重吗？还是这个？不会啊，不会啦，但是都有明文规定的。那你自己了解入境台湾不能带动植物产品吗？知道。有旅客认为讲，可能有人对法则无了解，不过嘛有人讲，该罚就要遵守规矩。海关嘛强调讲，旅客若是有早检疫的物件，应该爱行红色的路线，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会送防检局来检疫。若是行青色的路线，互查到，就要裁罚。旅客从猪瘟地区带进猪肉产品的话，第一次裁罚20万，第二次裁罚100万。那其他肉品的话，从3万元起跳。台北关表示，海关查到旅客炸动食物的产品形态是真侪，其中罚款罚上侪是猪肉的产品。根据统计，去年炸猪肉防罚的罚金占头名，拢总是3718万6千块。今年1月份至3月份，猪肉的部分嘛裁罚2351万8千块，占上侪。其他的肉品是171万2500块，野菜食物是122万8千5。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今仔日在讨论要修正特殊教育法，考虑到特教学生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就立委提案，当年的预算要提升到5%。不过，教育部长潘文忠是强调，特教预算当年就拢在增加，所以伊并无认同修法，佮提悬特教经费。特教法从民国98年修正以来，已经14年无重新检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17针对修法进行讨论。立委质疑讲，各级学校特教生的人数从108年到110学年，2年就增加18000人，要求预算爱提悬到5%。足足成长了17427人哦，这个成长率哦，其实是真的非常高的。112年度编列特殊教育预算达131.4亿元，以较100年度82.1亿元增加49.3亿元，增长幅度约60%。立委嘛质疑讲，合格特教老师的比例一直降低，代理老师却是一直增加，影响特教生学习的权益。针对教育部推动，让特教生大部分的时间伫普通班上课，若有需求才安排去资源班。不过，这种分散式的资源班的师生比例却是一直无入法，地区6都的师生比例规范无一致。规划是什么？是不是可以逐年来调降这一些相关的资源班的生师比？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我们再做一个整理？国教署已经召开几次的会上的会议，也希望能够定出一个大家认为合理可以逐年来落实的方向。教育部强调讲，进前超额的部分已经有改善。公立学校目前是1比16为限制，地方主管学校的部分，国教署已经召开会议，希望提出当年落实的方向。希望以行政支持为优先，再搁立法支持，以免立法了后，地方政府无法度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包括移工至少有35万的来自印尼的侨胞。不过，根据印尼当地媒体报道，因为台海的情势即马是愈来愈紧张，印尼政府就当来研议紧急应变计划，这其中就包括要甲伫咧台湾的这35万的印尼侨胞撤离开台湾。台海紧张局势相关，印尼罗巴部顶日报道，印尼外交部公民保护局主任努格拉哈表示，会关注台海事态发展，为着预防各种可能性，已经甲印尼驻台北经济部协代表处合作制定应变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已经有掌握，会有正式的回应说明。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enyiapkan rencana darurat mengantisipasi perkembangan situasi geopolitik di Taiwan yang belakangan memanas di tengah ancaman perang dengan Cina. Keberadaan 350.000 warga Indonesia di Taiwan menjadi alasan utama penyiapan rencana darurat. 这个报道也讲，台湾是一个海岛，唯一的交通都是透过海运还是空运。也不过，在中国各项军演中，总是演练安怎保卫台湾，佮切断进出台湾的海空交通。一旦爆发战争，要撤侨只会当透过海空路，要将35万人平安退出，会是一项真复杂的任务。我们在内部的人都不感受到这个紧张哦，有一点好像温水煮青蛙，我们没有感觉。其实不只有
印尼啦，我还听过其他的国家实际上也在做撤侨的计划。我觉得这都只是大家的揣测跟谈论哈，我觉得这还未经事实哈。其实很多的假论述、假消息都非常的多。来自印尼的移工长期在台湾工作，佫较是长照的主力之一。印尼政府针对台海局势有做的撤侨计划，兵团烦恼严重冲击台湾照护能力。康护工是支撑着我们，就是这些老人家长照的不足做了照顾的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撤了，那当然就是很惨的，当然就是非常惨的。东协跨政府人权委员会表示，东协当准备至少2项保护移工的声明。第一份宣言关系到伫规期期间保护移工，第二项是涉及保护伫渔船顶的移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七大工业国 G7 的外长会议，昨伫咧日本开幕。台海议题就是其中讨论的一个重点。各国的外长拢反对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的现状，嘛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伫今仔早起，法国国民议会挺台小组嘛有来到台湾访问，因的主席波多希嘛发声讲，台湾出代志就是全世界出代志。十六伫日本开幕的 G7 外交部长会议，各国的外交部长各一概讲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工作暗餐会议程当中，包括乌克兰战争、中国对台湾的侵略、甲朝鲜半岛紧张的局势，拢互提出来讨论。We will firmly reject any unilateral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as well as its threat of use of nuclear weapons. 不过，伫开始会谈进前，外部的事件和即届活动无讲真圆满。除了会场外口有小规模的抗争以外，一个24岁查甫人15向当地助选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牵炸弹，这个代志嘛引起外界忧虑。因为包括23就要举办的众议院选举，还有后个月伫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嘛伫要到啊。サミットをはじめ世界各国から要人が集まるこうした日程においては日本全体として最大限警備安全に努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针对台海局势 ，G7 成员国拢交反对用武力各方面改变现状。外国媒体嘛关注，18是 G7 外交部长会议的上尾一天，会发表联合声明，到时会对中国产生偌大影响。那17透早，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波多希是带团访问台湾。According to us, nothing changed. What we want to say to Taiwan is,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Taiwan,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波多希强调讲，这届访问台湾跟马克宏造成的风波无关系。友台小组真早就开始伫咧筹备这届的访问。这刚一帮记者等来台湾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讲，这代表台湾跟法国双方的关系有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条真惊人的新闻，伫咧印度一个有乌道背景的前国会议员，15暗时伫咧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所互现场假做记者的嫌犯近距离甲枪杀，而且这个画面佫互其他媒体直播放送出去，这是引起印度社会议论。拜担任世界地方议员，搁伫2004年进入国会印度前议员阿马德，2019年因为绑架人民党领袖帕尔谋杀案的目击证人双方逮捕，搁监禁伫北方邦普莱亚格拉吉的感觉，15伊甲小弟伫警方介护之下到病院进行检查的途中，互大批媒体包围访问，访问到19岁后生几工前伫一场小巴中互警方断视的事件，阿马德回答到一半。枪声突然响起，阿马德个小弟连续倒伫涂骹，现场陷入混乱，警方真紧制服凶嫌。地面上散落枪支，也有媒体摄影机加麦克。警方调查了后指出，拢总有3名凶嫌行凶，亲像假做媒体记者，伫咧为阿马德的时近距离开枪行凶。अभी मैं उनसे लोग पकड़े गए हैं कुछ असला उनके पास से मिला है
अभी उनसे डिटेल्ड इंटेरोगेशन किया जा रहा है。阿马德有恶毒背景，1989年转战政坛，35年来涉及的犯罪案件达到100件，多数是绑架、暴力攻击加谋杀。针对阿马德方自击死亡，阿马德律师批评警方失职。कचहरी ले गए थे, इतनी बड़ी सुरक्षा थी, यहाँ पे मेडिकल चेकअप के लिए लाए गए, तो उसमें 6-7 पुलिसकर्मी ही क्यों थे? एक इंस्पेक्टर तो।北方邦少年所发生几啊件类似的抢劫事件，形成治安稳休。印度的政治人物拍官司的情况不算罕见。相对散车北方邦尤其较侪。根据印度公民团体民主改革学会 ADR 统计，印度判案的政治人物有几啊百人，而且骗结果动派，我一半是部会首长。抢劫案发生了后，北方邦随即下令禁止4人以上的公开聚会。警方也会伫阿马德的葬礼上全力警戒。公司新闻刘淑君编译。伫咧2020年，有一只乌克兰的飞行机，互伊朗的武装部队拍落来。即马伊朗的法院甲这10个武装部队的成员判罪，讲因着爱去自家。另外，乌克兰生产的粮食一寡产品，即马互波兰甲匈牙利禁止进口。因讲是要保障因国内农业，不过欧盟表示无法度接受单方面的禁令。伊朗媒体报道，法院裁定涉嫌伫2020年甲一台乌克兰波音737客机拍落来10个武装部队的成员有罪，其中一位指挥官判10年，其他9个人判1年到3年的徒刑。از کشور آمریکا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 طراح و سازنده هواپیما و از کشور اوکرای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 ثبت کننده و بهره بردار هواپیما دعوت کردیم که در این تحقیقات مشارکت کنند。2020年1月初8号早，这台客机伫咧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摔来，其中176个人全部死亡。伊朗武装部队几多遍否认，不过3天后承认不是挑工甲伊拍落来。负责调查伊朗民航机构讲，迄当阵德黑兰甲美国的关系正紧张，伊朗武装部队甲这台飞机误认做是飞弹。针对波兰、匈牙利15宣布禁止自乌克兰进口粮食加其他食品来保护本国的农业。欧盟讲，在这种情形下，强调贸易政策是欧盟的专业权限，对这种单边行动无法度接受。在欧盟内部协调，抑个统一所有的决定是正重要。波兰表示，正就这个问题甲欧盟保持联络，就安全条款提出建议，本来就可能发生。匈牙利也伫咧波兰了宣布要安尼做。俄罗斯伫咧乌克兰战争期间，封锁乌海一寡港口，互乌克兰的粮食只可能会当出口到中欧国家。伫即马若造成过度供应，也讲因为乌克兰的果牛的计效原本就比欧盟生产的较俗，所以影响到进口国在地生产粮食的计效。这种情形，互大部分拢是支持执政的法律正义党的农村的选民正受气，因为波兰今年要举行国会大选，法律正义党的选情受到正大影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苏丹的2大军事势力，包括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也有当地政府军队，是发生真严重的军事冲突。根据 WHO 的统计，为16到今，至少有造成83个人死亡，超过1000个人受伤。当地就有人表示讲，目前看起来，那像是政府军较占赢面。昨日暗，苏丹首都克土木会人看到所在岛会报道讲，政府军伫咧甲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 RSF 的战斗，敢若较有赢面。目击者讲，政府军礼拜空袭 RSF 的基地，苏丹政府军所发布的影片，有抓到 RSF 的成员。这边的暴力军事冲突已经造成重大死伤，死者包括联合国3位工作人员。联合国驻苏丹的特使团讲，苏丹的军事领袖博罕甲 RSF 的军校达加洛同意联合国提议的16下昼4点到7点实施人道撤离，不过时间真短，是个传出爆炸的声音，对协议拢无伫咧插。Many of the people, they are loading the stuff from supermarket, they are going in their car, and many of them, they were hitchhiking in another vehicles to escape the city. 苏丹自2021年10月政变了，国家就一直有军阀统治。迄当阵是有军校博罕甲另外一位军校达加洛，又个叫做赫梅蒂，2个人做伙发动政变。博罕是现任的政府军总司令加实际的元首，达加洛领导 RSF， 并且担任苏丹实际的副元首。这么2个人变面。苏丹强被变做内战，国际社会对苏丹政变了到这么局势，也唔知要如何处理。美国、中国、俄罗斯、埃及、沙特阿拉伯、联合国安理
议会欧盟加非洲联盟拢呼吁赶紧结束敌对行动，希望用协调方案赶紧对话。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有视力障碍的囡仔，若是想要学唱歌，无法度看歌词、看歌谱，就要投入愈侪时间用听来学习。咱来看伫咧台中市的惠民网校，因真耐心来带视障学生学唱歌，就是希望为因找到舞台，培养无共款的能力甲经验。学生囡仔则会唱出响亮美妙的歌声，这是台中市惠民网校的学生所组成的合唱乐团。我喜欢唱歌，而且我也喜欢音乐。我弹钢琴会很希望跟同学一起演奏，在舞台上唱歌给很多同学听，还有老师。惠民网校是针对视力障碍特教学校，为着要让这群囡仔一个舞台来表现，校方成立合唱乐团来培养囡仔学唱歌。重要的潜能开发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在音乐上的这些表现，他们在人际关系还有自信心上也可以提升很多。不过目睭看袂到，让这群囡仔是比其他的人会搁投入愈侪心思甲时间，一遍搁一遍用听来学习。我们可能快速翻阅可能只要30秒，可是他们可能要完整听完需要4分钟。歌词好，熟悉旋律，熟悉拍子，又是别人的好几倍，因为他们完全就是用听觉去学习。惠民网校积极带这群学生去训练、参加比赛，也有表演，就是希望提供这群囡仔无同款的经验，建立因的信心，也有拓展愈开阔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囡仔有舒适佮好耍的游乐空间，台南市的规人区公所按算甲老旧的游乐设施重新打造，也佮专工邀请在地国小甲幼儿园的学生来投票，让因选择家己喜欢的主题，让因来决定因家己的游乐天地要生做什么款。咱做伙来看。这几年，民众和市府愈来愈重视囡仔使用的游乐设施。台南规林区公所最近也按算要甲运动公园内的游乐设施改造有在地特色的主题游乐区。公所为着参考市民的意见，除了办说明会，也请区长亲身到国校和幼儿园，向囡仔小解目前几个无同主题的规划，要交予囡仔投票决定。首先就是召开我们的那个说明会，一起共同来讨论了哈。第二招呢，我们就研究设计出我们的意见调查表，发给学生，带回去跟家长讨论，票选出到底他们喜欢哪一种游具哈。新的娱乐设施分作高铁、石屉、甲糖拖3种融入在地特色的主题，透过合适单，囡仔会当参家长讨论，表达想法。未来会选出2种主题，打造出分年龄的游乐设施，让大人囡仔拢会当耍。这次也特别采分龄的设置一个理念哈，一个是6岁以下然后一桌是6岁以上的了哈。可以说在6岁以下的是票选比较喜欢高铁的设置。那另外呢，在6岁以上的部分目前得票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的4家造型的溜滑梯。新的主题游乐设施改造工程预计伫年底进前完工，到时阵就会当提供规林地区的民众一个特别佮好耍的游乐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好尾准备要起第2代社会主体，今仔早起是由行政院长陈建仁甲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等等的官员来举行动土。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这搭社会主体目前是规划要起400户，按算伫咧民国116年的1月会当完工，就是希望来应付当地长期增加的就业人口，也佮有大需求。紧邻好尾市区第500线道边仔好尾社会大体单人安基，17号上午由行政院长陈建仁和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等人做伙动土。未来这处的社会大体将提供400户，满足寡济民众的巨大需求。
那实际上政府对云林的照顾一向不遗余力，像我们刚才讲过斗六好事就是在105户先开的那一个部分，在斗六是蔡总统来这个开工的那现在的东仁安居我也很荣幸。这个需求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强，那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我们的一般的县民，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文管局表示，后尾镇是云林县人口数第2个乡镇，加上这几年来真侪重大建设兴建，和高铁云林站拢伫好尾。若未来兴建完成，会当提供更侪民众的选择。对此，国家大都中心就表示，后尾社会大堤规划400户，按算伫116年1月份完工。很重要的一个地区的道路24里宽，所以说进出动线容易，生活机能便利。我想这也是我们选社会住宅基地的一个基本原则。国家大都中心表示，后尾社会大堤工程的费用大约19亿，全部由大都中心来出资，未对地方带来财政负担。至于房型的配比上，一房型218户，有独立的阳台，适合青少年的族群；2房型有117户，适合小家庭；3房型有65户。未来结合托运中心，提供更侪大堤需求。记者为你报道。今仔日民众党团开记者会指出，蔡英文政府话声要起20万户的社会主体，不过若是莫甲包租代管，也有当咧规划社会主体算落去，到明年年底，也就是蔡英文政府的任期结束进前，实际社会主体可能无超过25000户。另外，国民党团嘛召开记者会，因指出，即马厝价遮尔悬，少年人唔敢结婚生囝建立家庭，这生育率的问题，恐惊着演变做国安的问题。总统蔡英文任内画出基础政绩，毋忘落实推动20万户主体，减轻少年人买厝也是税税负担。也毋过，民众党团再起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推动的20万户主体，其实包括包租代管、甲兴建中，也有规划中的主体，等于是会当实际大入去的主体，上济无超过2.5万。8年过去了，但是社会住宅到底盖得出什么东西来？就是现有的就是2.5万户左右咯，那另外的10万户，根本是空中楼阁咯，还在规划中咯，还在待发包中咯。民众党团干事长刘基禄指出，政府制定20万社体，根据全国主体存量2.5%来计算，也毋过美国社体占总体主体数量是5%，荷兰是32%，日本是6.1%。那台湾设立的2.5%目标，算是真低标，甚至比其他国家一半也较低。针对基础政绩，国民党召开记者会，认为高房价连带租金也悬，那造成少年人唔结婚唔生囝，也互蔡政府基础正义变作口号。蔡政府执政底下，所谓基础正义，一般年轻人连房子租不起，更不要讲说要买房子。所谓蔡政府的基础正义，应该定为基础不正义。呼吁政府量早落实20万户社体目标，才会当提悬供给量，透过以量制价方式达到基础正义目标。若无因为高房价衍生的问题，恐惊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潭墘国小因为学生伤少，准备要转型做游学中心。今仔日就要甲50个居民去向县府抗议，批评县府唔管因偏向的教育。潭墘村长甚至阁伤过激动，晕伫咧涂骹，互人送急救。那彰化县府教育处是表示，一切拢有依法的办理。现场村民甲警方讲甲真大声，电报底大声抗议，彰化大城潭墘国小会后征集，当地村长4月17带将近50村民去到县府面头前发不满。我们只是不要分校，我们有降低我们的门槛，我们要分校而已。你们可以去查资料，我们学校还有29个人，县府执意要叫我们分校。村民原本有准备鸡卵要来弹，不过随后警方以预防性犯罪做理由没收代管。抗议当中，村长瓜子现阁雄雄心脏无爽快倒伫涂骹，现场是规个乱糟糟，众人是赶紧叫救护车来甲送医。
建校已经64年，潭基国小受到少子化影响，县府公告对今年8月开始停招，转型做游学中心，在地做反废校联名，甚至有学生写公开批，甲总统出文求援。如果潭前国小废掉的话，潭前村的人口流失会更严重，包括大城乡。在地民众批评，包括潭基国小在内，大城乡过去4年已经有3间小学停招，表示政府对偏乡教育根本就无重视。不过，教育处认为，潭基国小的学生不到40人，佮刷落的2个学年度，拢敢若招到2个学生，真侪家长拢已经甲转校的同意书签好势啊。所有公听会的资料都有做成会议记录，送进去教审会审查。那今天你们的表达，我们都有听到，我们会审慎研议。教育处强调，转型唔是废校，转校学生的交通费是全部补助，受到宽容嘛未受到影响。不过当地村民是无要接受，批评县会到新会是拢咧使暗盘，双方是个人讲个人的。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爱食肉质真油的扁鱼，有人讲脱丝，嘛有人讲是红底鱼。最近农委会水试所的专家去确认到，有一项新的物种，甲号做尖喙无线脱。目前全世界嘛，敢若2尾标本。目睭生伫同一边的红底鱼，肉质真油，刺真少，佮含真侪欧米伽水，所以真侪人拢真介意。毋过有一种中小型的红底鱼，身躯边无线，住伫个全球热带到温带的海域，叫做无线脱。其中有一种全世界敢若2尾的标本，经过农委会水试所李茂营博士确认是新的物种，甲号名叫做尖喙无线脱。尖锐的突出的吻部，所以才会叫尖吻，就是一个物种特色。它的体型的话，大概是目前最大值大概只有9公分左右吧。水试所伫2021年发表过5种西太平洋浅海的无线脱，即摆发表的尖喙无线脱是住伫个深海，目前敢若2项标本是伫个日本，也佮有台湾小琉球南边海域700-800公尺的所在所掠到的。因为是住伫深海，所以较少互人掠到，族群量也佮有分布等等的资讯，佮有真侪研究的空间。那种生物调查研究才会取得，然后有时候就算在类似的深度或者是类似的区域，但是有时候就是运气嘛，不一定你网子下去上来就会有鱼。尖喙无线脱是伫2000年迄当阵掠到的。李茂营博士表示，2009年伊已经透过电光确认是新的物种，但是迄当阵抑阁想要等待敢会当掠到活鱼，但真侪当拢等无，所以决定伫去年正式发表。即马全球87种无线脱，有10种拢是伊号名的。伊讲海洋抑阁有真侪生物等待大家来发现，希望这个研究会当引起社会对保育海洋的重视。记者综合报道。4月2日就是世界地球日，嘉义市的新店社区发展协会最近是专工封路来办环保的活动，介绍当地生态保育，也有拍拼来推广环境教育。社区的巷仔内底，在时下都有真侪人来到这参加活动，除了有表演通看、打通说，社区嘛趁这个机会介绍因的生态教育成果。前面那边有一个小区块。那一个区块的话，我们就当作是富裕凤蝶的富裕区。去年度我们在跟文化局申请了一个空间改造计划，那它这边的话是营造一个雨怪的那个交易环境区。觉得透过这个活动可以去认识我们社区周遭的环境特色，然后从而让这个社区可以重新有一个不一样的新气氛这样子。嘉义市环保局为了配合4月2日的地球日。16早是伫新店社区内底举办活动，除了呼吁民众伫生活中个人减碳，嘛宣传刷来地球日活动的规划。包括他们有侏罗树啊，然后他们有红纹凤蝶，那还有就是他们有胶子桃，那所以在世界地球日希望说就是借由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唤起更多的民众对于环保的一个关心。新店社区表示，因利用历来物理建筑的空地，打造生态教育的环境。未来希望会当配合附近的国小，提供课本以外的生态教育，嘛呼吁过去捌伫遮出现的物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海洋的污染愈来愈多，嘛，互海洋的资源愈来愈少，影响到咱讨海。即马新竹市是鼓励渔民看到废弃的渔网啊、玻璃杆啊等等，爱倒捡起来，会当去甲市府交换礼物，做伙来守护海洋。
对车顶搬落来一包一包的废弃鱼网，还有玻璃罐仔，拢是渔民出海掠鱼顺续浮起来海洋废弃物。什么都有，最多的例如呢，塑胶袋，浮球，大概就这样，木材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会有，对不对？那它这样子海上废弃会不会造成你们抓鱼上面的困难？会啊，会卡网子啊。对渔网，渔网，你平常在海上遇到渔网多吗？有塑胶袋比较多了，很多垃圾啊。为了守护海洋，新德市结合渔署参与会，定出海洋废弃物回收机制，除了会当换礼品，今年更提悬渔网收购计绍，每公斤会当换现金15块。回收的旧渔网经过处理，卖摕来重新制作其他产品再利用。在海洋生态里面，像海龟啊、像海鸟啊，它们有时候会误食到这一些废弃物，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做到垃圾不落海。那也请渔民这边都一直协助我们把这些垃圾来做后续的处理。环保局指出，废弃的渔网有可能会造成海洋生物死亡，嘛影响行船的安全。希望大家做伙来保护海洋的环境甲资源。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中华职棒未全以红让纪录的选手，记者综合报道。全球的疫情等好，国际拢咧开放边境拼观光，有真侪航空公司嘛想要趁这个机会，甲亏损补回来。不过，伫咧疫情期间，航空业嘛是尸体未少卡手，即嘛煞无法度应付大量的旅客，所以嘛拢要紧搁重新找人才。请制服白龟牌，这是中国第4大的海南航空伫北京的办公厅，因也毋是正式的空服员，是个应征的拄出社会青年，已经拖了3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和每一个国家的航空业员工拢变少，中国也同款。根据中国民航局统计，疫情期间离职优退空服员有1万多人，超过整体人力的1成。所以这么疫情较降来了。航空公司就赶紧找人，期待挺多的，就是可以出去，旅游一下世界，然后看外面的风景，然后还有免税店可以去看一看，有好多东西。伊讲的这寡拢是真侪少年查甫囡仔想要来做空服员的原因之一。不过空服员的工作毋那是装水水，笑面，甲人去填水倒地啊尔。航空公司新进来的一名乘务，大概要花费1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地面上学习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为上飞机执勤做好准备。准备工作包括各种紧急状况的应变，安打人客证书，到确认机舱内面每一个灯号反应拢正常，机舱灭火，也个紧急的医疗急救也拢会晓，伫咧压力正大的情形下完成这款训练。Sir, can you hear me? Tap another time. Sir, can you hear us? Okay, let's see if he's No breathing. response. Let's see if he's... No response. 1, 2, 3. 中国这几年经济成长一直放慢，不过每年也是有真侪大学都毕业的少年人要找头路，所以拄开始的薪水无符合预期的情形，常常听到。也和中国的航空公司伫咧找空服员时阵，比疫情进前更加侪人来报名，不过人一多，录取机会就会降低。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全世界头一支手机已经互人制作出来，经过50档啊。发明这支手机的工程师表示，手机一直进化，这是真史上的。甚至佮讲，未来总有一天，这手机可能会归去做伫个人体内底。不过伊嘛讲，现代人会买手机买到这个程度，实在意外。操作这个伊正熟正了解高档手机94岁美国工程师古博50年前发明世界上第一支手机迄当阵，伊伫咧摩托罗拉公司带一群设计师加工程师，伫正短时间内全力伫咧研发第一支行动科技装置，避免伫新兴市场被淘汰。伫咧成功制造出行动电话了，伊第一通电话是克服伊的竞争对手贝尔系统的乔尔恩格尔博士。And I said, Joel, this is Marty Cooper. He said, "Hi, Marty. Joel, I'm talking to you on a handheld cell phone, but a real cell phone, personal, portable, handheld." There was silenc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I think he was gritting his teeth. 伊当阵做出来手机啊，当超过1公斤。敲电话的时阵，电池只个来当动25分钟。不过古博君算笑讲，因为手机啊正重，若叫你摕25分钟，恐怕也摕袂掉，所以电池有够用。50年来，手机的外形甲功能拢一直进步。即卖手机啊正薄正轻，也个用无会当上网。不过古博无意外，伊讲手机啊以后会结合到人体内面，监测身体健康，用人体能量做电池。 So in the future, we could expect the cell phone to revolutionize education. It will revolutionize healthcare. There is a potential. I know this sounds like an exaggeration, but I want you to know within a generation or two, we are going to conquer disease, eliminate disease.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 咱拢捌伫咧坐大众运输的时阵，甲物件拍无起，就会有好心的民众甲送去站务人员遐等人去领。即寡加落去的物件实在百款，加喙齿、萨克斯风拢总有。啊，若有的所在，即寡无人去领的物件，会互送去社福机构做公益，也是摕去拍卖。 车站内面人正多，来来去去。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铁系统，每天载运量自上百万人次到上千万人次拢有。人一多，点点物件就会拍无去。地铁站内面的食物招领中心，内面囤的物件是百种。南韩首尔地铁的中部路站，毋那是3号线加4号线的转运站，也有真侪人是要来遮领拍无去的物件。 More than 500 to 600 items arrive every month here at Chungmuro Lost and Found Center. And some of the items here are quite unexpected. Like this celadon, for example, was found at a women's bathroom inside the station last October and is still waiting to be picked up. 有一寡是无写地址、无写名、拢无标记，伫地铁站内面一踩几落个价。上顶咧看到除了雨伞加个人的配件，还有其他奇奇怪怪。 像伦敦地铁站就捌捡到卡拉车的链仔甲拖，台北这份是捡到骨头符红甲神像。纽约地铁敢若去年就捡到100多支萨克斯风，首尔地铁也捌捡到奇怪物件，互政务官惊到。 We get shocked when we get mannequin heads. Sometimes there are even false teeth for senior citizens. 若无人来领物件，每一个所在处理方式拢无同。首尔地铁逐工拢伫咧网络顶公告，迄工捡到什么物件，若超过6个月无人来领，就会送去社福机构互需要的人。伦敦地铁是要求要来领的人，就要付3英镑到20英镑的认领费用。若一直拢无人来找物件，就交互慈善团体处理。 东京公私营的铁路，拢统一甲拍无记物件送去半田桥站的食物招领处。若超过3个月无人领，就会送互捡到的人。若是连捡到的人拢歹治，就会进行公开拍卖，看谁人要治。公司新闻牛言编辑。下晡晡的天气，玻璃仔做回来看各县市的温度。北部地区。 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29度。 外岛地区是20度到29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